为过年到即马，地铺的价销是维持每公斤90块到95块之间。对此，农业部表示，国内低调，因为设备咧更新，饲猪的量减少，加上饲料成本也悬，目前的地铺是咧反映饲猪的成本。台北市一早天气好，未少人来到菜市啊采买。毛猪价销为旧历年过了后，一度20公斤超过90块的价位，比起过6年前是算悬。不过消费者大多拢感觉会当接受。你有感觉足贵的无？什么东西都贵，我没有常常吃啊，不会啦。我是不会觉得啦，你再怎么贵的话，顶多是多个10块、20块、50块，好不好？一斤差不多多个50块，不可能嘛。根据畜产会资料，前一天全国毛猪交易量来到24000多只，拍卖价销超过10公斤95块，苗栗肉品市场更加冲破10公斤98块，逼近100块的大关。农业部表示，国内部分饲猪场更新设备，饲猪量减少，再加上饲料成本提悬，目前一直咧监控猪价，搁伫合理范围。我们认为合理的猪价是90到95之间呐，因为成本变高，猪量变少。所以这2年呢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饲猪协会表示，当天猪仔囝育成率低、疾病多、饲料成本对着乌俄战争了后起较大，加上新式饲猪场标准严格，猪价来到10公斤90块，对因来讲只是补贴工钱。嘛，无个压低的空间，压低了就袂趁，无趁钱啊，饲猪就无趁啊，都过来就爱了啊，嘿啊。清明节特别到啊，猪肉价销敢有可能搁起去哩。饲猪协会表示，清明节的猪肉需求通常袂非常悬，应该是搁稳定。农业部表示，饲猪团体对市场高度敏感，若需求量增加，会加强调度来平稳市场。公司新闻林俊梅配合做台北报道。